話說我今日去尖沙咀行街，以前人流好旺嘅地段，今日都靜咗好多。以前條街一鋪難求，而家好多都冇人問津。而家咁嘅經濟環境，好多連鎖品牌、餐飲、零售門市相繼結業。就算你生意唔好，各位老闆都要交租，都要出糧。今年做生意真係要面對好大嘅挑戰。講咗咁耐，都係入返正題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追數個案。我個客戶明哥，佢係一間食材公司嘅東主，平時係供應食材，例如和牛同埋其他肉食俾啲食肆同埋餐廳。1年前，明哥同個客簽咗份合同，每個月都供應食材俾食肆，頭嗰幾個月都有準時找數。點知事隔半年，鋪頭就開始唔準時找數。追得佢緊，先揾得幾千蚊。最近呢個月更加電話唔覆，信息唔覆，所以明哥都即刻揾我，叫我落鋪頭同佢傾傾。見到明哥嘅時候，一見面就搖頭嘆氣，唔知佢講笑定係認真咁同我講，呢單嘢你幫唔到我追翻筆錢，我都要走佬，因為個債仔爭佢成80萬貨款，對於明哥嚟講都唔算係小數目。明哥正式委託我哋幫手追收貨款，追收同事打電話揾老闆，點知佢哋話鋪頭賣咗俾其他人，叫追收同事打俾個新老闆，打去俾新老闆嘅時候，佢又話條數應該問舊老闆追，兩個喺度扯貓尾，債仔真係乜都做得出，追收同事就愛理不理，直接踩落間食肆，啱啱撞正食飯時間。追收同事用嚴厲得嚟又不失禮貌嘅語氣同負責人追收貨款，個負責人當然就話唔得閒做緊嘢，轉頭再揾佢。咁我哋嘅追數同事當然就唔會就咁罷休啦。我哋公司冇嘢多，淨係資源多、人手多。明哥有齊合約、送貨單據、對話截圖、證據確鑿，就算你幾賴皮，點樣扯貓尾都冇用。我哋公司會一直糾纏，直至到我哋個客收翻應得嘅款項。唔夠10日，債仔即刻開始找數，分幾期清晒成條數。明哥講笑咁講，真係一個電話揾我哋搞掂晒。所以追收貨款最緊要唔好等到間鋪頭執笠先追。好多客人俾人爭錢，拖咗條數都成年，追咗成年就谷氣咗成年，揾銷售同事落去鋪頭收錢都係食白果。我想講，人哋係打工唔係追數，所以各位老闆，如果自己追唔掂條數，最多3個月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幫手，因為而家啲食肆執笠快過開鋪，早啲收翻啲錢，唔使成日頭痛。如果大家都有貨款收唔到，唔好再等，立即聯絡我哋，我哋就會立即分析你嘅個案，幫你收翻你應得嘅款項。